1932年10月29，当时世界上大上豪华的船叫诺曼底号伫法国头一摆启航的时，专工请巴黎上界顶级的总铺师内面阁有昔来游泳池、歌剧院、大理石教堂。点过1949年法国战败了，和美国改做军舰，完工了无偌久就捣毁，传奇游轮煞变成歹地啊。 1989年10月29，台湾头一只家己研究出来战斗机 IDF 建国号战斗机伫台中青山港基地头一摆公开起飞，当时总统李登辉嘛有到现场，想要到无人机准备要起飞时，倒平链啊崩链，加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 9.11的恐怖攻击事件了后，美国情报单位全世界伫找，目标是锁定盖达组织。2004年10月29，当时盖达组织的首脑宾拉登透过录影，伫半岛电视台承认讲，伊就是9.11攻击事件的主使者。宾拉登阁放条讲，会阁对美国甲西方国家发动攻击，一直到后美让步为止。